再来看难度正悬的爬山路段，南投的南山段，昨午发生2件事故，有4个民众因为落大雨崩山掉伫山林，加在早起拢已经平安落山了。另外，有民众伫山顶摔断脚骨，空勤总队伫中道用直升机甲人载去病院治疗。 空勤直升机伫武乡温泉附近山区的空中飞，一名特殊员对港到地面，先检视等待救援山友伤势的状况了后，用吊拿将伊送上直升机，随后直接飞去台中青蛇公机场，到了后由救护车接手将伊送去病院治疗。武双温泉附近，一名刘姓山友不慎滑落边坡，造成多处骨折，怀疑是近期地震及豪雨造成土石松动有关。 南投县消防局表示，日落暗7点多接到救援通报，一支8人登山队伍20为花莲水尾入山行南山段，有计2倍由信义滚台林道落山，不过中途经过武乡温泉附近的时，一名姓刘的山友无细地跌落边部，身体几个所在骨头支起，所有队员分2梯去救援，也请求空勤总队支援。好在在27我中昼天气出日头，空勤直升机顺利救援受伤的人。日落期间，滚台林道 也有4人登山队因为落石受困，好在在林业署下府提供援助。给望乡分站的一处闲置空间，提供给4位山友做减整修整使用。那好让他们换一些干的衣服避雨，不至于失温。也很幸运的，在4月27号，今天4位山友平安下山。 因为最近一直有地动尾，目前山区游园继续落雨，林业署南投分署建议民众唔通勉强入山。若确定要入山，除了注意个人安全，也要做好充足的准备，尤其穿少的衫甲护具，拢一定爱扎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